阿弥陀佛，大家好。很多人不了解佛法很多人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常常有很多这样的疑问。所以我们就今天简单的再给大家讲佛法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宗教。当然是说我们这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但实际上真正的讲的话，佛法并不是什么宗教，但是佛法要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么大家都是说这是一个宗教。实际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初在2500年前在印度的菩提伽亚树下成了佛以后，他传下来的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众生离苦得乐，为了众生摆脱生死轮回的苦害这样的一个真理。释迦牟尼佛当初寻找的就是一个真理，他也并不是说要成立一个宗教而修持然后最后成佛，并不是这样。他是寻找一个真理，他就是要看生死轮回，在这个轮回中不断的在痛苦的这些众生当初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们所讲的因果，因果的来源是什么？因果的缘由是什么？他就是寻找这个真理，所以最后他找到了真正的真理，在印度，在菩提伽亚的菩提树下成了佛，但是他没有在弘法，他就说获得了非常殊胜的，根本就讲不出来的殊胜，无比殊胜的一个法。我也不会讲，讲了众生也不会听得懂。这样他就是想，这样就是在入定，那么在天人以及很多的非人很多的那个龙天护法都是亲法，亲了法，那这就释迦牟尼佛最后才讲了法。